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18，诗篇57篇30安尼讲：上帝会对天施恩予我，予战斗我的人失败见效。上帝会对我施落慈爱甲信心。三甲来祈祷，施落慈爱甲信心予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大地的创造主，佮创造住伫迄顶面的人类。你亲手天开穹苍，指挥天顶的星辰。主啊！你是创造者的天的，你造地来坚固伊，你阁是创造伊，予人徛起。因为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以外无别个。主啊！地界的人拢着仰望你来得到救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！阮的生命伫屎的中间，阮倒伫亲像火道的世间人的中间。主啊！总是你会对天施恩救阮，予战斗阮的人失败见效，因为你会对阮施落慈爱甲信心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